叫啥名？水水如啊，啊你读倒一间学校咧？水马英。马英国小啦吼。啊你今仔举这真是要创啊哈？要表演。要表演啦。啊表演的道具对吧？啊你今仔表演的项目是啥？食暗饭的时阵啊。哦，啊你今仔你参啥物人带你来？阿爸阿母啦吼，啊你今仔表演？大家好。我的校长好定了。演讲比赛就要开始咯，欢迎大家来参与。首先，咱先小介评判老师。唔好呢，家己行来行去吼，影响到别人吼。第六点，咧比赛了后，咱个评判老师到了后呢，吼，咱大家再去即个大礼堂，吼，等候即个颁奖。伊长树啊，毋但互伊生命，阁互伊结实的体态。反正是阮甲9万18万，稍微伊的心情就要甲真欢喜，因为目睭看到的拢是青的树啊，甲高花杂色的花蕊，绿着花草，80%拢是为家出产的。毋但安尼，阁有着花莲枝外销出口，趁外汇。小花变巧，乌头嘛当冰金，实在有够巧嘞！泡泡泡，一阵阵的烟烟声传过来，赶快熟悉。一看啊，就到外海，嘛就真是看茫茫的河边。大人无闲咧听书记伯，甲煞饲鹅的撇步想啥去？早起要来因食到早，就是我海的奖励。无解真人拢学到赞。我的阿爸，伊的数学真厉害，不管啥物款的数学问题，到伊的手里按，互我对数学嘛愈来愈兴趣。若阁有钢琴咧做，下班了后，要去学校运动进前，会先去顺头看尾。伊拢真用心做好伊的工作，虽然伊真无闲，不过若有闲的时，就会为我。3号抢起来，4号摸出去。拢是伊咧烦恼。阮阿妈煮食的本顶是一粒一粒，食过的人讲嘛学了到会甲字。我上爱食伊煮的甲妈咪炒糠，伊先煎两花，蒜去甲妈咪落点，做花炒，圆圆的台湾炭吃。拄着世代拢倒伫地白布作，即棍无够。心情郁卒的女学卡，拄着心地活泼的白布族查某人，真自然就写做对社会生活认真打拼，一代过一代，时间敢若流水，经过400多冬。阿嬷教阮的，但是伊的地位，阁有对家乡妈妈的爱。我相信这份爱会一直传承落去，各位努力。时间2分58秒。4号抢起来，5号抢准备。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日我要演的节目是食暗顿的时阵，看着阿母做卡撞来撞去的场景，听着做卡轻轻跳跳的声音，就知影食暗顿的时间要到了。阿母开始咧准备暗顿的物件，我就边仔看，讲好好发生的代志，互阿母听。两个人有讲有笑，期待大家做伙暗顿的时阵，我阿母今日菜足澎湃，你若亲像变无少。阿爸嘛喙笑目笑，伊讲咱倒位小姑娘煮的饭菜真正有魔力，囡仔食了会变怪，大人食了有精神，老大人食了有甲饱离会，搁较奇怪是，全家食了拢会笑哈哈哦。阿爸讲的真有道理，我嘛甲伊有同款的想法。
有我母主的，就是讲互阿爸阿母听。小妹大岁一直食，干那阿母问的是啥个？伊食饭时定定坐了到桌桌顶，阿母会甲讲一粒米放了放在桌里，伊买冰箱也唔通落者。我上介意食暗顿的时阵，会当食着我母煮的好料理，会使讲阿爸做伙行业，甲小妹做伙泡蟆界，佫会当讲阿母当天点头，较袂酸。好形象虽然是一个砖卡，毋过才有我的亲人，有美丽风景，有厚厚的人情味。希望大家有闲来行行咧，保证心情轻松啊，内底空空。但是我会当掌握充满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第7号，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台湾米。咱台湾的农产就是稻仔，嘛是咱三顿主要食物白米。讲到咱咱规句啊，祝福咱今仔日的这比赛吼，大家有好成绩哦，大家圆满成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多谢谢谢。感谢咱今日今日吼，包括阮每都是老师全部拢出动吼，全部老师今拢来，伫啦，谢谢哈。那边那班吼，较听啊，的时阵有奖征答，有奖征答嘛是礼物一种的。每一个关系家己去写家己的歌，看到倒有唔对无，还是写无够的无？吼，咱中华，中华歌名叫看线，南来北往山海线，有什么要点咱开始好无？来。K O 福德，分行米粉安怎？叫好叫三摆无上台食，当作气管。各组的老师请注意，恁有这号码牌啊，要上台表演之前，请摕来头前只考书，会当徛伫个评判老师的后壁面，遐有一卡提箱啊，会当徛伫个后壁面。指导老师会当徛伫个评判老师后壁面的皮箱啊，就伫个录影机边。来第4点，比赛小朋友要对送出评分表了后，会有讲评的时间。欢迎小朋友甲家长做伙来。准如杨准如校长，杨志如校长，夏金谢老师。第3位尤丁丁老师，
1分56秒。1分46秒。Cuando tague que
间2分2秒。时间1分21秒。2分28秒。12号，请准备。希望大家听会欢喜，心怀。
代表。在座各位贵宾吼，咱议长、咱前馆长吼，各位贵宾，咱头前2位评判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指导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在起足欢喜哦，有机会来咱秀水区参加咱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台来演说。咱隆重吼，除了规组快速以外，有高组的款吼。有高组的小朋友上台来表演，来参加这个演说的比赛。大家讲，因的表演好无？咱甲拍一拍咧吼。我行过几落区吼，我感觉咱这个秀水区啊，咱遮的家长、老师大家拢非常的重视。小朋友上台来这个演说的比赛吼，表现拢真好，真正是真无简单。所以阮头拄仔实在是。有淡薄仔困扰啦吼，唔知要安怎裁分，啥物人吼这第一名，啥物人吼这第二名，实在是吼差2分啊啦，大家各方面吼表现拢真好，咱吼我简单说明一下吼，咱这个小朋友啊上台表现这几队表演这几队拢真好，咱吼你这个演说比赛吼，因为小朋友所以吼有唱歌有跳舞，为的小朋友是用朗诵，就是恁主要会当甲你咧表现的吼，你这个歌谣会当上好上个精彩甲表现出来。不管你是用合齐来念，还是做阵来念，还是分开念拢会使的吼。唱歌还是跳舞，只要会当甲你的这个要表现的甲表现了上介好，拢会使的吼。咱小朋友吼上台拢真活泼，我个嘛拢真活泼，真可爱吼。用这个歌舞配合你身体的动作，咱跳看起来拢有较真好。所以吼，上好的名次啊，无拢恁拢是第一名啦。我咧看恁拢是第一名，拢足无简单的吼。所以甲大家鼓励一下吼。过来就是讲吼，咱遮老师指导老师拢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咱幼儿园的老师吼，拢值得咱甲行礼。幼儿园的老师拢非常辛苦，甲小朋友指导，该除了这个服装这方面，甲因准备这个服装，甲大家拢甲打扮甲扮头拢真水，服装真水，过来有个甲穿道具啦吼，不管是卡片还是图片吼，拢穿了真功夫吼。我伫遮要说明一下，咱伫遮伫咧拍分数吼，
因为咱这是一个演说的比赛，啊，所以啊，主要是看小朋友你咧讲的时阵，发音有正确无，讲了是台语，有真正真原汁原味的台语，安尼就真好。啊，这个道具的部分吼，并不是采分的重点，重点就是伫迄道具。阮足惊讲吼，老师吼，因为为着要指导小朋友来遮参加比赛，啊。可能暗时拢无通困，拢咧做这道具啦吼。我是感觉讲吼，这道具吼真好，但是吼，你若无道具嘛会使哩，免安尼。啊，有传道具嘛会使，无嘛袂要紧。哦，小朋友上台拢真较无简单吼。我是深深感觉啦，咱的幼儿园吼，若是所有的幼儿园拢会当有希望啊啦。即摆大家拢讲吼，咱的幼儿园吼。咱的母语，咱即摆诚侪家庭无爱讲母语，就是迄个小朋友去到幼儿园啊，拢讲华语啦，拢讲国语啦，无咧讲台语啦。啊，所以吼，幼儿园吼，即个母语煞全一直消失去啦。幼儿园拢会当像安尼吼，咱的母语教育就有希望啊啦吼。所以今日咱秀一鼓励跩家长各位指导老师表示建议吼，这是一个外感想吼。恁选这个歌呀，题材拢真多元啦。拢真多元啦吼！我像我所记的吼，有人讲动物园啦，有人讲冬节，后讲中秋节咧看月娘啦吼，后台语真趣味啦。吼，你感觉你的囡仔上适合什么款的题材？我内底较常讲的，讲了囡仔上台，伊自然就袂惊吓，伊就感觉上台吼，咱吼互囡仔平常时就较常讲台语，安尼吼。会表现越来越好，爱行过一摆，甲咱所有的年轻吼，多谢大家，谢谢。多谢，你好，敬
咱的囡仔参加，多谢你，多谢。好，搁在这边的这个鼓声，感谢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后寮国小李成武，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美丽岛的导师姚律师。30多年来，伊为着追求台湾的民主和社会正义，一个拍拼，勇敢喊出台湾人的心声。伊一直所坚持的信念，就是大家合作拍拼改革，才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咱无分族群，大家拢有同款的政治权利。就为着这个信念，伊对追求法律的社会正义，走向争取台湾民主的道路，奉献伊的青春，牺牲伊的自由，伊就是咱拢叫伊姚律师的姚嘉伦先生。1979年12月初3的这个暗暝，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姚律师为了正义，予人掠去关，当时有可能我死命。伊心内咧想，我是要去倒位咧？我一定爱转去美丽岛，我要甲我的家后就亲像过世咧。我已经决定啊，要甲家己奉献予你好命的美丽岛。对日岛加纳兵反出来，伊重视改革运动，就成功2摆立法委员落选。伊犹原相信，活岛才会愈勇敢，应该坚强继续拼，予咱台湾向前行，行出戒严、开放东进、报进、改革司法、国会、总统，予咱百姓来选。予咱人民做家己的主人，伊鼓励大家，只要合作，都袂孤单；只要团结，都会成功。伊讲，台湾毋是日本，毋是美国，嘛毋是中国的，台湾是台湾人民的，这就是事实。咱徛伫这个美丽岛，爱互全世界拢知影，台湾就是阮的名。姚委员、姚主席、姚议长，拢是咱的姚律师。伊用生命来爱台湾，真心疼咱这片土地和百姓。伊用热情和专业，为着台湾的民主和社会正义来发声。伊是咱上好的学习模范，咱爱继续手牵手，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台湾永永远远是上水的美丽岛。今仔日我就演讲到这，多谢大家。哇，来，一人配套。甲大家行一个礼，即马我就来小解，我陈品仪，互恁大家，要看我先做 S， 提出来讲搁做，嘛爱算我一个，阿爸哥我是伊的心肝宝贝，阿母若是要去倒位，逐摆拢嘛互我对。毋过，毋知影到底出啥问题，阮阿姐全部是讲我赤白白，让我嘛毋是定定咧使心地，只是讲话较袂晓轻声细碎。隔摆若有佚佗物仔，像是阮阿姐，我就较拼大声。阿姐一时去就惊。物件一定是我的，讲着读册，我会读到一遮尔大个，规工一世界玲珑色，
搁袂记落裤底，唱歌拉球我上会。若讲到佚佗，近摆阮嘛走第一个。阿姐跟我是西讲啊新街，伊若行我就对，搁袂输靠头甲做伙。若是做毋着代志，互人骂，嘛爱有依咱小陪。虽然我今年才7岁，但我嘛会晓斗做工课。规家大大细细，拢若学了我一个。今仔日甲我小姐负大家，望恁无去嫌，拍拍甲我鼓励，多谢大家。好，咱感谢陈品燕委员。大家用品品委员先前新冠好专刚赶过来，而家先来介绍，多谢你，感谢你来。各位来宾，各位囡仔朋友，大家好。我是后寮国小陈建珠，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阮阿公。阿公讲伊囡仔时，日本仔亲像低头来关报机，台湾人活甲真演气，艰苦代是无法度放袂记。厝内定定拄钱个无味，三顿了食番薯，好天时唱张水，大是破口厝，好一个地动国，真啊出为良甲为好。过摆若讲起过去的代志，就捌使人。阿公少年的时，为着到三顿，伊毋若搭三轮车，下米糊做苦工，假是假去甲人搭步行。下热人的时，日头拍是拍甲挂水擦擦地，寒人搁是送风冷死死。毋过为着要有好将来，搁较艰苦嘛爱忍耐。好在在就是人父，小好乡，互伊带着一个好头手，有阿嬷甲伊斗下手，互伊免烦恼厝内的工课，才会当专心打拼事业。生活嘛，过着愈来愈快活。讲阿公，说阿公，阿公一生真风光，身口反倒无破口。虽然伊写岁哪类讲，天气有时亲像光烈风，毋过伊定定甲阮讲，做代志爱脚踏实地加行动，伊永远是阮的好阿公。今仔日我就演讲到这，多谢大家。多谢你，来过来是老师。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后寮国小陈友琪，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阿母教我，有一张阿母抱婴的相片，我一直甲伊放伫咧册桌仔顶悬小夜班的所在。迄是我倒济时阿爸帮阮翕来做纪念的。我爸问过阿母，我细汉的时敢有乖？阿母悄悄讲，若困起的时真乖，真醒时就真歹讲咯。哈，哪会安尼啊？阿母讲，伊迄个时阵头一摆养幼婴啊，
爽快，尤其是伫咧三更半暝的时，迄就真正是叫天袂应，叫地袂灵咯。一个鸳鸯，互咧领导西，这唔好，开嘛唔好，互伊是急到亲像，怎啊拄会到迄安尼？有一摆，我无说入去关着，耍几工消袂脱。阿母托伊赶紧抱我去逛急诊，医生讲带伊吊大堂。阿母规年徛伫咧病床边，双手合掌祈求妈祖婆，无比我紧好起来。恁看，我身躯顶有件香火，就是阿母对妈祖开花啊，求来互我平安健康老大汉的哟。阿母感谢你这么啊疼我。有一天，我若大汉，伊就好好友好你。今仔日我就演讲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咱来听。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后寮国小李三武。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台湾是宝岛，16世纪的葡萄牙人，甲伊叫做福摩萨，就是咧学了咱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几百年来，咱的祖先老血老汗，认真打拼，才有来今仔日这么富裕的生活。虽然台湾只是一个细细粒的汉子仔囝，不过无论伫经济、科技，也是人文艺术等等所创造出来的奇迹，拢受到全世界的注意和肯定。台湾是一个风景真美丽，好耍的所在嘛真多。会当生活伫这片土地，是咱的福气啦。不过，这几年来，台湾的社会并无甲偌平安，意外、真好，一件一件来。无论大的环境、交通的安全，也是用的这物件，拢互人真袂放心。逐工拍开报纸，实在互人看到心真惊。人讲，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认真检讨起来，这个事故若毋是真为的疏忽，就是自私自利所来造成的。台湾加油！无论拄着啥物困难，台湾人真坚强。就算讲无厝通住，无水无电通用，甚至性命、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甲伤害，相信有咱台湾人厚厚爱心，甲互相鼓励扶持的精神，咱一定会当通过一层一层的难关。台湾加油！伫世大运的竞赛场顶。侪侪台湾选手伫冠军摕奖牌，徛伫颁奖台顶。虽然暂时听袂到国歌，看袂到大面的国旗，不过伊永远是咱台湾人心目中的英雄。台湾加油！咱大家手牵手，继续斗阵拼。无论是本省人，也是外省人；无论是新住民，也是原住民，咱共同来打起一张汉字仔地图，所谓鼻孔含拥有，一步一步向前行。咱要互全世界拢知影，台湾就是咱的名。
今仔日我就演讲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咱请后来参加5个囡仔啦，特别把握这机会吼，来这个所在和大家做伙观摩，将因的演讲第4个经过，或者和大家分享。咱也爱感谢咱的指导老师非常的辛苦。好，来，咱做伙来去一个相片。真欢喜，搁一届，讲第二，真欢喜。好，抱一下过来。来，替咱介绍贵宾，多谢。我想今仔日非常的欢喜咱办台语演讲比赛已经第23年，第一届因为过去大概拢是伫鹿港伫遐举办，今年因为咱的乡长特别鼓励讲爱来咱秀水所以咱鹿港一区咱秀水较可以搁另外搁设一区，安尼人数就搁加1倍出来。咱先甲咱的乡长拍一个抱仔好咱的乡长伊真大的鼓舞，真大的鼓吹，咱今仔有看到今仔这个成绩非常的好而且我想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的贵宾，即马因为分数还在咧算。最后的这小朋友上细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分数还在算，所以还阁稍稍有一寡时间会当介绍咱马上就要来举行咱的颁奖的典礼。咱而且我想对这边直直报过来，对这边好啦咱同款这次过去是关怀文教基金会家己办，即马是县政府甲咱足大的鼓舞，到付一半的经费咱甲县长甲咱今仔日县府的代表，咱会参与军税，参与咱来拍一个好代表县长来甲大家关心来接下咱的乡长，搁拍一个好好，甲咱遮尔大的鼓舞乡长来。再来就是咱美兴的校长，咱知影是在地美兴的校长，伊今日毋是干那校长出面所有学校的主任、老师，甲咱的义务的工作人员总出动，咱毋知爱互伊足大的鼓舞，来感谢暗的咱的校长真心的出面来接着，搁有咱的地方的长辈。对民主运动、对社会真关心，咱的陈老师、陈老师，以及咱的代表、咱的小明代表，同款拢是已经是20单一拼者，因做伙，今仔日咱每一个小朋友，咱去比赛了落来，就有礼物对不对？内面嘛有点心对不对？过去咱的点心拢是。中华的这个保真香的迄个桂圆蛋糕，不过过去是几十个、几百个，即摆是1000多人，所以我讲咱互地方会当较直接来关心咱这边地方的点心，是由咱的陈老师以及咱的秀玲以及都有西明树分享伫度无来。另外，咱弟兄是咧徛未来社区的理事长，人因摕到迄个点心，已经谢谢咱。接着，咱这边还阁有咱的杨校长，杨正义校长，杨校长是咱的评审咱的张荣义杨校长也是咱录音的校长。咱头拄有看到后寮对无？后寮遐个囡仔表现了好啊毋好？好，迄就是伊原来就是后寮的国小，伊规学校即摆大概会争做咱中华县上推动母语上拼势。你看遐囡仔每一个，我想拢会使选县长啦就是咱甲校长拍一个抱啊，即摆是咱录音的国小的校长来，接着我想搁一个咱的叶校长。叶校长是咱中华的校长叶龙元校长搁来，这是咱的评审的老师，咱做伙徛起来好无？互咱大家甲你拍一个头啊好无？做伙徛起来，谢谢。这鼓吹用大的开力，搁有校长、老师大家投入，搁有家长，恁是上要紧遐人，搁有这个志愿工作人员大家做伙投入，搁
有社会的人士，有咱的乡长，有咱的代表，有地方的长辈，大家关心，咱会当推动咱的母语，有要紧无？有要紧无？有咱做伙拍好啊，做伙鼓舞，多谢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咱今年咱的县政府有出真大的推力，咱是不是请县政府的代表，咱的参议先甲咱讲话，敢好？好哈，来。感谢哈，关怀文教基金会周董事长，咱秀水乡的大家长杨乡长，咱马兴国小的吴校长，以及关心咱本土语言发展的各位校长，甲今日上辛苦的编判老师，今日吼足艰苦的吼，足辛苦的吼，一粒头两粒大，吼，甲咱各位家长、各位师长、老师、各位今日参加比赛的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真感谢哦！今日我嘛真欢喜，会使代表咱县长为民国先生来参加由咱县政府以及关怀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2017年台语的演讲比赛。咱县政府为着要来推动咱的本土语言，毋但伫师资的培育，也是一寡相关的教材，嘛是说参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共同来主办台语的演讲比赛，主要就是要来推动咱本土的语言的发展。头拄啊，我嘛伫台骹有看到咱的幼稚园的囡仔咧表演，用伊丰富的这个语言的，甲咱的这个身体这个表演的方式，来传达着因对咱本土语言的喜爱。以前伫咱细汉时阵。要讲台语哦，会叫发钱，但是吼，头拄仔咱的小朋友、咱的小朋友嘛，甲咱讲过啊，要来推动发展这个本土语言，上主要的，应该就是爱互咱的囡仔愿意讲、敢讲。虽然在比赛，咱这个发音爱正。但是，咱一开始，咱就应该爱鼓励咱的囡仔，加用咱这个台语来讲话。所以，今日咱县政府真欢喜会使来参咱关怀文教基金会来共同来举办这个台语演讲比赛，这就是上大的原因嘛吼。那么，照着上一个咱台骹吼，各位乡亲，上一个掌声吼，咱是毋是甲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周董事长吼，甲咱工作人员吼，上大的一个鼓励，好无？感谢因啦，23年来为着咱的本土语言来推动吼，我代表委员长以及咱县政府。预祝咱上好的成绩，甲咱的各位乡亲、各位师长、各位贵宾、各位家长、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多谢。多谢咱感谢咱多谢吼，咱的这董事长啦，是咱院长吼，咱的各贵宾啦吼，太多了，校长吼，各位咱老师，各位评审老师吼，各位贵宾，各位咱小朋友，各家长，大家午安，大家好。笑得真好吼，今仔日吼真正欢喜啦吼，感谢咱这关爱扶老基金会这样来举办吼，我这么多参与这学校来遮这表演吼，甲比赛，会使讲互咱也真正感动。咱是这后就咱的这甲姚议长吼，就董事长的这影响之下吼，我当选乡长了。我办了真侪本土的讲座，吼，咱搁一寡这台语演讲比赛，吼，搁一寡这香港杯台语歌唱比赛，台语歌唱比赛拢会揽到一寡北京语，吼，所以而且吼，会使讲咱拢对好的，对整个乡镇国家社会好的，咱共同大家来这推动，以及看到这小朋友吼。对咱吼，会一希望吼，所以咱就是讲吼，这咱像国家社会，伫咱县政府吼，新政府这推动之下吼，咱改革真正多，省力处理解决问题啦吼，感恩责任验证，咱拢是好的拢大家做歹尽量减少，吼，咱想讲咱这咱所有拍拼，拢是为了咱下一代，所以大家共同来拍拼，需要工作服务，咱唔免客气啦吼。跨年落尾大家爱来参加吼，简单几句吼，今仔非常圆满成功啦吼，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咱周董事长吼，咱乡长咱参与吼，咱各位贵宾，咱财团吼，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校长你好。我打请吼，我无啥爱听讲话，你即摆上关的是。咱的囡仔着第几名，对不对？但是我甲你讲，你敢知影？今仔日咱办这比赛，囡仔来比赛，敢若要得第1名、第2名、第3名咩？唔是，上重要的，是因为咱的小朋友会加讲一句语言，你就会咱家一个世界，这毋是我讲的，这是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讲的。伊讲，咱的小朋友，咱的人，若加捌一种语言，你的世界就加一个世界。那我先介绍一下咱今日咱的司仪吼，咱刘淑珍刘校长老校长吼。你台语讲了好无？有好吼。来，刘淑珍老师校长，你用英语甲大家问候一下。Sure.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s so nice to have you today. Wish you have a very nice day today. Thank you. 今仔早时啊嘛，我会请咱老校长用英语甲大家爱问好，因为拄仔老校长话讲，要学英语，含学台语有相关。你台语讲了好，你英语学了较紧。所以你囡仔以后若要做医生，你爱先叫伊教伊讲台语，是安怎？你看病时阵，你也袂晓讲台语吼，阿伯阿姆吼听无，你怎免做医生？吼，所以。今仔咱办这比赛，希望咱的囡仔会晓讲台语，会晓讲国语，会晓讲英语，吼。而且感谢咱各位家长，互咱的囡仔来比赛，感谢各位咱指导老师，吼。咱今仔美兴国小全校出动，咱我校长啦，吼，因为我甲工友全部拢出来，吼。干那谢谢，因为咱董事长给吼，咱陈家宏校长给派通吼，所以我一定爱把这活动办得好，祝福咱各位家长吼。来家庭美满，咱小朋友吼来学拢表现拢真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安怎？因是迄阵是退休的校长，但是我就甲伊拜托讲，你甲大家好好较熟，是毋是出来斗鼓吹？结果伊无讲第二句话，马上伊去最近身体有小可欠安，但是伊赶快来。安尼推动这个工作，找着讲要来今仔日要来马戏，嘛是伊
伊用安尼，即个校长足认真的，学校老师拢足拼势，咱来食好毋好？啊，结果你看，遮尔有圆满无？有成功无？咱拍一个头啊！大家校长拍一个头啊，非常多谢。好，我想期待咱不但是伫幼儿园，不但是对小学，以后甲中学、大学，其实咱对每一个人的家庭，对咱家庭内，伫上无伫厝内讲台语，讲咱家己的母语，互囡仔会当听，就会晓讲，就袂叛逆。安尼咱的文化。咱的价值就留会伫咧，我毋知会当用安尼来拜托咱大家做咱共同的目标，好毋好？好毋好？我看嘛袂够好咧，好毋好？好毋好？咱明年咱中华县就要推动母语的家庭，希望咱每一家咱真正来推动。到每一个家庭，拢会当讲家己的母语。伫客家，咱就请伊家己客语嘛毋通叛逆，是原住民，咱就请因的原住民的语言互咱留着。安尼讲台语，请咱台语甲顾好，好毋好？咱彰化县是全国唯一有一个台语文的园区，咱伫明年的5月就要来开幕。啊，这个要成做大家共同的基础，有伫遐有足大的所在，啊有真侪的项目，逐日、逐个周末、逐个季节，拢会有足好的活动，迄个做咱上大的基础。全国的各个大学的台语文系，拢甲咱有连结，要为着安尼来推动咱的母语。教育部是甲咱足看重的哦，请咱家己会当保守即刻的机会，请咱做伙来努力，安尼祝福大家，拜托咱大家，多谢，多谢。啊，伫遮县政府主持。来排座。我爱你，同我唱歌呢。第一名要叫谁？第一名，咱请咱的兄弟，经理。来，中年级组第3名，民生国小肖浩恩，永丰国小蔡杰宇，请华弟，讲第一，我爱你，同我唱歌呢。多谢你，大家嘞。中年级组第2名，大兴国小蔡品轩，马兴国小谢佩晨，第1名，林正国小沈建佑。加告台陈志平。谢谢。来，行嘞。好，接下来宣布的是咱幼儿园中的成绩优胜的队伍是秀水乡立幼儿园大1班。没有欢呼声。讲台语，我爱你。
秀水乡立幼儿园中1班，又是秀水乡立幼儿园中3班。来，秀秀行嘞，来，这位来我爱你，好声鼓励，来行嘞，好，容易哦。来，行嘞，来，这边来，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好声鼓励。你老公表演嘛，你今仔才拿来做。来下拖金嘞，来行嘞，来去看戏，讲台语，我爱你，好声鼓励。来，咱幼儿园组第3名大6班。秀水乡立幼儿园大6班。来，高年级组优胜，民政国小林佑君，民政国小苏新杰，永丰国小丁玉玲，马新国小吴银静，永丰国小王玉轩，民政国小陈文杰。好，来两个小朋友，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好啊，声鼓励。第5条的礼物，有滴的，有滴。宣布的是咱拄则开始有闹高哦，咱中年级组的优胜都有2位，马新国小施承汉，民政国小江成礼，开始，咱等下来后座加准备。中年级组的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好，好声鼓励，第2台，要继续宣布咱高年级组第3名。华龙国小杨元豪，民政国小苏玉轩，民政国小郑怡珍。来，各位来，欢喜好不好？哦，小康离婚哈。好，来，讲台语，真欢喜。陈新芳，华龙国小曾科成。
丁文明，感谢丁文明。参与来甲咱感谢。恁今仔来参加演讲比赛，得第几名哈？第1名。第1名啦哈！恁安尼第1名，恁安尼准备偌久哈？准备1个月。1个月啦哈！今仔第1名欢喜无？哇！来，妹妹，大家手比赞者，无画者赞。赞。